闽南总政府唔单止是当地有名嘅观光景点，防风功能还过系重要。不过也很多年来，认真本人将天去港中屯平做态路，也算是客家文化馆也得共享设施。总政府引来引事业。先前呢，提议闽南虽然在前没太大，总政府嘅赤峰功能在个数度讨论。不过这件事闽南嘅都市计划，总政府还系本人设定做风景贴天气。按道嘅观光有料建设，实质到总政府嘅赤峰功能受到限制，故说许多人引起呼吁，应该要重新检讨总政府嘅定位。中政府原本就是天然的沉沙子。5月中，全国10個關心水資源的 NGO 非營利組織來到闽南，共同認識闽南水頭、東岸、水面嘅河壩水流嘅環境，想要闡述闽南按多年不太水節嘅方式。也是接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嘅矛頭，喺當地總政府出水後來做水庫易封土嘅改善工程。闽南總政府本來按做總準備，本來係將嘅寮樓太鹹，兩條河壩夾出來嘅自然嘅南美鐵。闽南老主講，來到亞落錯開墾過後，就順定地形開湖斷水。一個總政府係走特別落實他人講，總政府有形成過後，它要是有336格那個面積，36格是有分上比條同下比條，量嘅比嚴論嘅，都係上比下比。當時形成一個比條是闽南鎮所有嘅老百姓啊，都靠伊來飲用也水。總政府留下來嘅水質，順向一形成嘅狀態，也就是闽南越南路嘅。闽南人為啥一個環境佢強？需要一個越南記錄形成嘅時候，所有闽南莊人啊，上莊、中莊、下莊，也三莊人啊，全部靠一環境方嘅水啊，來飲水、來飲用，四種是。要你中醫要用啊？係中醫啊，要係中醫哦。咁多水準地都水塘村哦。沒有，係啊，水塘係嚟天色。湖水因為順向嘅田橋帶來足足嘅乾虧水源，闽南人係啲總政府順合，強風嘅兩比8角來疏固一個生命嘅水。一個總政比條啊，特別係供應闽南鎮所有嘅居民，水用嚟吸納所有老百姓港鐵人員，有總政比條嘅水啊，來俾人乾開，俾人濕田，俾人種禾嘅，所以闽南鎮開創初期就咁樣一個比條嘅功能啊，都要是做一個白工。為了維護總政府嘅乾虧水源，從年以來，闽南地區當年都有遷難嘅實體路通。現在來我做一個鐵啊，我講那個薄片做俾好，但係嗰呢也環境呢前面上，所以當時都每個人一年又一年，每年都要用人工來遷下比條、遷下橋嘅，所以闽南鎮都形成一個熟年啊，一個開闢作證，人人有份。不過，很多年來，總政府流出來嘅乾虧水實係越來越少，還為到一補唔賴陰田嘅水，愛打沉江。總政府啊，下台北祖先都做灌溉用嘅咩？因為一個總政府進來進細咩，人事人進細誒，細嘅時節，唔單止細要進來進淺嘅咩，人講雨季嘅咩也斷水量都進來進細嘅咩，斷水進來進細比下頭嘅嗰度啊，你良田嗰度而家灌溉嘅水量都冇嘅，咁冇嘅時節，問題喺度再見到都處理下水啊。受當地老人家影響，闽南總政府上座還有30人夾黨，一下搶村黨13夾黨邊呢。除咗因為俾人佔意工作，還俾人屯平做態度，去客家文化館一條共享設施。就台灣100年前、100多年前來講，一下看到嘅客家文化館，甚至有服務池塘，甚至對面咧個大頭嘅個田園，原來都屬於闽南總政比條。經過多年後，讓變成水利廳買嘅個應用一個。建築物做出來呀！民國45年，因為前總統蔣介石來拜訪，總準備改組總政府，開始變做觀光有名嘅地方。
民國73年，韓國公告咗風景鐵天橋，按樣氣勢，中政府本設定咗風景遊料用途，建設也唔設停過。按當年代，政府開始隨託啲中政府船去大大小小良田、鋪頭、木產土一條，想一般民眾做得歡喜嘅遊湖、欣賞湖光山色，然後本人安作南台灣最重要嘅釣嘅戶外教學區。不過，蔡天人士嘅觀察，一條建設除咗本中政府越來越少，也害中政府嘅生態，然後釣嘅古城嘅環境越來越唔好。因為看到太監人來撩咩，太監來撩時，就介都講，剛才路過做過好多本來行撩，哦，都來做路，但是伊冇考慮到講路要做來時誒，哦，像人釣嘅，譬如講伊釣嘅地，吼，比如講伊釣嘅地下是停留嘅，哦，咁人路都解數都是啊，跟那釣嘅最多嘅地方，剛才冇人釣嘅合作嘛，哦，嗰陣見看做嘛，總之我釣冇辦法。唔但將觀光資源越來越少，本但落雨嘅時節，做咗水頭下來嘅太水。也因為湖期變細葉，害中政府順航嘅不太水情況係很嚴重。佢所謂人講嘅反腐補土吧，又在做解下，哦，做嘅時陣又在囤啊去吼，唔到腐有一隻細啊，哦，都講也差唔多也是個人嚟熟悉吼，最嚴重的。嗰時也中政府負責人係有啲老一批也要講啦，講台北嗰唔滿熱水，經過滿熱水吼，因為就講咯，恰潮嘅時節啊。哦，上頭下來水多嘅咩，一噸係咩？因為按入啲水利署係聽日民農水患處理計劃度，本但按算啲中政府嘅水頭，也就係民農客家文物館後撥，將一條海船，也得大概3.2公頃嘅土地項，以一個赤峰池，希望本中政府嘅赤峰能力變好一些咧。不過民間團體聲音比一樣係假錯嘅，係唔得轉過來重新抗台中政府。中政府本身就是滯洪池，那以中政府本身的規模哈，你才能夠擔負起，就是也不是全部哦，你只擔負起部分滯洪的一個對中下游水患滯洪的一個功能而已。啊，亞洲而且還搞個會不會在業股來做滯洪池，其實它本來就湖區的一部分。但是呢，坦白講，唔講按你來做所謂的滯洪效果，其實是很小的。不過高雄市政府實係喺托觀光列做預先的目標，除咗當地作為反腐鋪頭鋪設的工廠以外，還可按算現代錢高達1億8千萬元來徵收土地擴大反腐鋪頭，來做綠貼有限油料的景觀。未來係分年分期嘅方式來做啦，嗬。啊，目前第一年，我哋有1億8千萬，嗬，來做也係土地徵收特別，嗬，也係環湖步道嘅整理，工廠嘅實施。未來我們在規劃的時候，我們會跟這些的單位把它的基礎的資料，好，把它調查好，啊，跟他們協調，然後使中政府呢這邊它整個兼具防洪跟排洪，還有觀光的價值。長期關心民農水患問題嘅民間團體實證議，一個反腐鋪頭擴大計劃，係喺照中政府風景鐵天橋計劃，對佢會係喺觀光遊料用途。對於南莊頭嘅防洪赤峰，唔但止冇聽數，還會有害。平時中政府的湖水的高度，跟當它發生洪水的時候，我們希望它溢淹的高度所產生溢淹的範圍嘛，那這時候才決定了我們要多少綠地嘛。你能夠優先考量防洪功能，保障中下游從民農都市計劃區都民農路給也安水患的一個安危的時候，那你再進一步談觀光遊戲才有可能嘛？因為按樣將要轉到年點，重新檢討中政府風景鐵天橋計劃，同時投資防洪列做最優先，這係根本的方法。總政府好，連它在最基本的上位計劃好，以最基本呢，就是說它的一個空間上面的一個定位，或者是對地方上扮演的那種發展的一個角色哈。也跟事情都還蠻談清楚以前啊，甚至也沒有辦法，就是說回歸在一種目前呢風景特定區的通盤檢討上面的時候，其實在這部分都沒有辦法談清楚的時候，結果你還就要直接落實在具體的一種空間規劃，其實本身就是有問題啊。將近30年唔實檢討嘅中政府風景鐵天橋計劃，喺內政部嘅要求下，當地做通盤檢討。不過，關係到水面與安裝頭城架安全的赤峰功能，實無連日檢討。同時，水利單位也調
也唔肯主動提出。香港也唔錯嘅計劃繼續下熱，民農無天作希望得到利益，先受到損害嘅。